今日即摆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2026年3月19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以西结书第1章第1节到第3节，第2章第8节到第3章的第3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这一本册。以西结书的背景就是亲像经文一开始所讲的。以色列受放逐啦其实因是被掠到伫巴比伦，这是不同款的角度对政治来讲，就是国家被灭，国王被抬，人民被掠。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对信仰的角度来看，就是因为呢来离开上帝的道，去互上帝来甲因放逐。重点是伫以色列人因对王到伫人民拢违背上帝的道，去敬拜偶像这也正这个以西结书的重点啦伫今仔日的经文的最后，上帝的吩咐咱看见以西结书42章第1章的第1节到第3节。第2章的第8节到第3章的第3节。第30年4月初5，我受放逐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做伙住伫加巴罗河边。迄时天拍开，看见上帝的异象。这个代志发生伫约雅斤王受掠去到巴比伦以后第5年。伫巴比伦的加巴罗河边，上主对波斯的囝祭司以西结讲话，上主赏赐伊快乐。第2章第8节，人子着听我甲你讲的话，毋通甲遐背逆的人相款背叛我，开你的嘴，将我互你的物食落去。看咧，我看见一支手伸过来我遮，手内摕一卷册，伊伫我下面前踢开迄卷册，我看见册的上面拢有写字，内面写的是哀歌、讨愧甲在下的话。第3章第1节，上帝对我讲：人子啊，将我互你的这卷册食落去，然后去对以色列人宣讲。所以我嘴擘开，伊就将迄卷册互我食。伊佫讲：人子着食我互你的卷册，册卷互你的腹肚来饱甜。我就食册伫我的喙内甘甜纳蜜。上帝爱先知将这卷册来食落去，然后来以色列人来讲话。其实这个话，这卷册就是上帝的律法，就是上帝的话语。类似的启示文学也有记载相款的教导。伫启示录第10章第1节到11节，记载着一位强国有力的天使对天来降临，将一卷踢开的册来交互约翰。约翰接了来食。个人亲像以西结的感受同款，若像蜜同款的甜蜜。我看见一个大气力的天使对天顶落来，伊用云做衫，头壳顶有风轻，伊下面亲像日头，脚亲像火条，伊的手有摕一卷踢开的细卷册，伊伫正脚大海伊倒骹踏地，伊大声发，亲像狮在吼。迄7个雷就出声音，7个雷出声了后，我拄要写，听见对天有声讲，7个雷所讲的，你着甲伊封起来，毋通记载了。后来我所看见骹踏海甲地迄个天使，举正手指天。指迄位永永远远活着的上帝，就是创造天甲天顶的物，地甲地下的物，海甲海面的物，宣布讲：
未过完全啦。不过第7个天使在分伊的喇叭的声但的日，上帝对伊仆人正天使所宣告奥秘会实现。后来我前所听见对天使迄个声一遍对我讲，你去摕卡达海甲地迄个天使手中迄卷铁开的册，我就去天使遐将伊的册卷互我。伊甲我讲，你摕去食落去，伫你腹肚内会苦，毋过伫喙内会亲像蜜和甜。我就对天使的手迄卷册细卷册来食，喙内果然甜若蜜。毋过吞落去，腹肚内就变做苦。天使佫甲我讲，你着宣布上帝关系济民族、列邦、语言甲君王的语言。上帝话是甜蜜好食，毋是一个真甜的教条，会当互人吞落去消化会掉。诗篇130篇。上主啊，我对深研究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会徛会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比守望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以色列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，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感谢主，时刻提醒阮，着爱遵守你的旨意，将你的诫命来记牢伫心，互阮会通来活出上帝心意的使命，得到应允。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